如果遇到喺小鵬充電樁充唔到電嘅情況，例如話充1分鐘自動會停嘅情況嘅話咧，可以通過我哋康文 A.P.P. 遠端更新呢個轉插 Pro 嘅。咁點樣更新咧？我而家就示範俾大家睇。咁首先打開康文 A.P.P. 啦，跟住咧就掃碼，跟住咧就打返自己嘅車品牌，呢個係架 Tesla Model 3嚟嘅。好，跟住指示長按2至3嘢，等到佢長閃咁確認。好啦，而家已經綁定成功㗎啦。咁我哋而家可以喺小鵬充電站再充電俾大家睇一睇。好，而家嘅時間係7月28日4點26分。小鵬充電站，好，而家掃碼。而家開始充電，連接中。藍燈、綠燈，好，已經開始充電啦。咁一陣俾大家睇到5分鐘、10分鐘充電嘅情況。而家已經充咗5分鐘啦。好，大家見到咧，而家已經充超過10分鐘嘅電㗎啦。咁而家以24千瓦速度充電啦，咁呢個係比較慢嘅。咁如果呢個 Tesla 咧本身係缺電嘅情況咧，係正常可以充到70至100千瓦嘅。咁如果係啲高功率嘅平台車、800V 平台車咧，例如話小鵬嘅S9嘅話咧，正常嚟講咧係可以充到200千瓦以上嘅電嘅。